今年5日这宜兰河西门到庆和桥拢会比赛白龙船，这个所在积水问题真严重，河川局有答应地方5日这过都会清土沙。不过环团煞是烦恼讲，若准清土沙会影响到保育类的生态。每年5月这宜兰河西门到庆和桥段拢会办白龙船的比赛，不过河底断沙的情形真严重，地方希望所准。感觉该清来清，因为政府的开落经费遐侪钱，袂使浪费公款。地方讲，这个河段之前开5000多万做清水护花，不过怎么拢砍土沙，若无清，以前开的钱就是浪费，民众也无法度挖灌水。河川局是讲，5月这过了会启动这段河段的所准。就是在比较干净的。宜兰河因为开发较少，现场也有人听到真侪虫甲鸟的叫声。官团认为，所准恐惊影响原本的生态环境，尤其当地经过生态检核调查发现，是三级保育类台湾梅石边全台湾少数的野化栖地。希望所准工程对因的栖地减量尽量降低。就会一再希望一再提出说，疏浚能够确实的对在滨溪带底下栖息的这些鱼虾的扰动，希望能够做到最小哈。这次的疏浚大概是用水上作业的方式哈，所以说也就是不会大规模的同时开挖。河川局讲，这边所准会伫5月最几条才开工，工期差不多1年，并且以水上作业的方式进行，未大规模开挖，甲生物栖地边开区也保持距离，保护当地生态环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